天礼拜一平日哦，这是咱金东店第3天，也是最后一天哦，了紧哦。下班太累了，真的回去睡个觉起来，然后就赶快冲来这个家里这边。没有拍到蜈蚣，真的这一趟真的白来。哦，辛苦了，真的很冷。没有，我也没看。你看这个妹妹睡成这样。哦，这蜈蚣实在是有够长的，没有尽头啊！错过这一次，再等3年。金钟灯。哦，这个太子。好特别，好特别。白鹤镇，这个人兽大战，阿伯啊怕滚头。路票真的会半夜，超多阵头，超多叫。哟。